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，靠着你生命离去，我永远不放弃，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谁的想你只是只有歌颂的为是心情。一起安静我们的心，用祷告的方式来敬拜。主，只要有你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就不惧怕，因为你是那丰盛的神，你应许我们之后的道路。
了解到你想要对我们说的话，你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，让我们能够听见，并且去行动，能够在众人面前活出你的样式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。